那他所中祝你们烧香外愿，定是甚用心。我等闻声前去，问在一听，那都有不理。小公这有什么要紧？我们只管议论，不议论你们死掉。万是不去的，好。收到了什么东西？来，取来我看。相公，喏，原来是一块鸟贝。那所谓之人，定会到处寻找的。大姐，我看你神色慌张，有什么事吗？我在找东西。哦，莫非大姐失落了闺中之物？是我家小姐失了闺中的东西。你家小姐。
就是那天上星上夜无星。牛排，哦，大姐，莫非就是这块牛排？小生愿望奉还了。多谢相公。刘先生只有一子从母女儿，这位千亲她是谁呀？3年来了我家门口东张西望啊！哦，原来是梁师兄啊！聚位，梁师兄，怎么常在门
进呀，请进，请进，请。我是不能倒背错来，刘兄不必客气，小弟还有紧要的事问你了。哎呀，什么事几家心急了？请说，请说。刘兄，小弟正在路过府上看见鱼什么鱼啊？哎呀，侬晓得我的脾气，为啥干我还要吞吞吐吐？哎呀，讲嘛，我的鱼个东西，只有侬喜欢，尽管拿去。没想过侬。其实呢，不知道公办安身在风旁，和谁悄悄的哪一位？刘兄，这位千金他是府上谁呀？哦，你问的是他呀？哦，是啊，是啊。怎么能讲？他们就是我的阿妹。刘兄，小弟与你是有同窗，情同国属，从不曾替刘兄提起，还有一个也没呀。哎，从前没有，现在嘛就有了呀。休开玩笑，他到底是谁呀？哎呀，啥人都能开玩笑，阿妹嘛就是阿妹，侬不要奇怪，我来讲不侬听。阮小姐从容穿进到镇家，回来从儿过长江。我听得有人落了水，急忙忙我转将救起了姑娘。哎呀，从王娘，她是三公一人。凤啊家里，才请到门前来君上，不依父母告别事啊，他受人气不头家，我娘亲见他都爱怜，举着命令还告他，还告他。是来，他的身世甚是凄凉。请问刘兄，你们教我方面，今年青春多少？可有许配成家了啊？哎，梁师兄啊，哎，侬一不是算命，二不是测字，侬问得这样详细，做什么啊？刘兄喜得灵媒，小弟问问又有何妨？哦，应该问，应该问。他呀，名叫云雅，今年78岁，做婚姻之事嘛。刘兄，怎么样啊？上位着喽，娘。
就等于下月哟。好，算话，马上就能回应啊！老鬼，老鬼，师兄，快请小家出来。老兄。今朝不能迎接迎接，喏，各位就是梁师兄，梁师兄啊，各位就是我个阿妹，梁师兄，四妹，恩兄，我小妹出来有什么事吗？阿妹啊，哦，梁师兄是要当面求亲呀，好好好，跟侬自家去个，侬自家去啊，小弟告辞。哎，梁师兄，梁师兄，梁师兄。恭喜阿妹，贺喜阿妹！喜中何来？阿妹啊，方才那位梁师兄，侬可看得清桑？恩兄，你第这做甚？阿妹啊，那位梁师兄啊，是他阿哥来做媒的，侬看见好不好啊？我一定要注意成功。
杨家夺子我难得才，做儿娘落得深邃八百拉长。你父将妹查见过，让他宝贝儿子死成大此所一并相思，铭记呀谁？好容易拍得不的样子。人间鸳鸯人，今日同房成夫妻。
兄请啊！花烛娘堂啊，上上主动吧。我哥哥举兄见月老，婚马功劳是不可少。不要侬旗旁18只，只要侬进我举三纲。上大纲，上大纲。小丽才帮请六兄3杯，娘宝，快去举嘛。慢，这举嘛应该先请新娘子才对。以我往日同场，这下面里就用你手才不了。只希望你同我阿妹相见时便不断到老。多谢六兄敬意。来，这手的事嘛，要发3张。哎，你们已经交拜过天地，要不要等3年嘛？这是你们自己的事了。两宝啊，不要在新房里耽误新郎新娘的良辰美景。哦，这跟刘相公去喝个痛快。送六师兄，哎，新郎哥，请留步，请留步。送六师兄。小心等3年，闻得他紧紧丝话，渐渐近，若是何以得其太君的心有灵犀。一点痛，结一个贵族子女，我心乱意在心来牵。挑起红巾诉衷语，呀，见娘子必错见之时，根据谁？娘子，娘子，娘子。我与你一别3月13去，我闻妾梦草苦。
去。哦，娘子不为隐居，那还是不应的好。既是愿意，岂不该来聚首？父母远在深似海，母亲能以才人之子结乱谁？为子为生死呼吁有几层？得与那清晨好报仇。娘子她闷闷不言，滴了泪，恰为我脸色红，因为谁？叫来三个了。哦，莫非娘子为了要发之事？哦，娘子当初用婚之时，刘秀转达要发之意，小生适当铭记，告辞了。哦，娘子不必相送，今日一天想必十分劳累，此经桥流三更，还请娘子早些安睡，小生明日再来断陪娘子。告辞。啊，娘子，娘子，你今日初到我家，胜利胜诉，定与虚不不便。娘子倘若有事，那可以呼唤各王后相心事。后心与老操心，告辞了。哦，娘子，夜深复重，夫须关上窗户，面随风寒。娘子肉体万人，小生睡在所房，也能安息。恕不愿送。告辞了。娘子她怎么万不累呀？娘子的为人真不挂，头是庙中的怪灵，你呀不任凭我千言万语去劝慰，他对我何曾说过三牙句话？事情受想谁生气，与何子受伤不能讲。难道他另外有隐情？难道我何此
想大娘她可曾请来了啊？大娘说她即刻随到。哦，好，我想少的相公有赏，多谢相公。今日娘子一落步，好似关交长路，心里真理怪把情跟他莫念成功很更高。娘子来了，娘子到来，非甚愿意，还望娘子是谁？启程夫妻何必客气？喏，我对他因啊心里，他总是何必客气？我只得宽宽心，哎呀奶奶去，慢慢在和他讲道理。哦，娘子，请来见礼。家务上里不见也罢，哦，请说。随便说吧。娘子，此言差矣。圣上教房总有礼节，虽是夫妻，也该相敬如宾。你我去到世俗，通达理你，见面怎么连个道理都不讲么？即使是起来中间也礼。哦，有礼奉外，有礼奉外。哦，娘子，请说。动手。请数日不见，不知娘子肉体可爱，饮食可好？哦，牙关可听诗话。天气无恙，不劳操心。你们好想请我来到花园，不知有何见解？娘子，我见你总是逃入房中，只怕要蒙测病来。看此地丹桂飘香，明月皎洁，过会儿特请娘子前来散散心啊！哦，娘子，来，请你举啊！你不是早知我不会隐居的吗？这不知往以后要是既无要事，我要回房去了。哦，娘子，娘子。娘子，你我虽是夫妻，却也难得聚谈。今日既已到此，又何必结余为妨？还请娘子再坐片刻，请。娘子，你是来我家已有3月，我见你总是愁眉不作，不知道有何心事啊？我哪有什么心事？哎，娘子身上并无心事，这伤眉紧锁，长须短叹，其实瞒得了神的。娘子，到底有何疑难之事？还是与我讲明，我也好为你分忧接受啊！
啊，你可知个人生于世，非常生于非常死，非常死又非常情，这非常情你又何必知？谁算是个人是与个人啊是？可知道夫妻原是恋爱里子，娘子心中有非常事，只怕奈么我两岸若是听他言语常因子，难道他话终于所知？娘子不必一层人，若是要猜破你心事，你不是蓬莱仙家子，何必往事费心思？今日里就让我接到仙家子，来猜一猜娘子的心中事。你何怀差遣，他应生子。要问是否无差池，与我何莫共相思？莫不是我娘亲对你来亲呀，你身受委屈奈我妻子，另当时归为高明为夫人，岂为得欺压小辈十里子？莫不是我妹妹不懂事，言语得罪我娘子。娘子，灵媒插言又不是此，我一盘金色一太无知。莫不是离愁高峰心不坏，冤若是为相算公砸贵子，富贵荣华何作仙，何劳云呀操心事？莫不是你另有隐情别有知，
不要生气，先生为母此言啊！原是我一时失了言，怀求娘子来宽恕。哦，娘子，哎呀，娘子，这不是那不是，真正难忘我两我事。我到底都是同来谁家子，其实里难猜娘子心中事。娘子的心事，我是猜不着了。娘子，不过我还有一言，请娘子听了。人夫妻，你在娘门亲父母，出家之后亲父婿，夫妻何福应相共，生生世世在一起。我富有时来，你欺负子；你岂有时来，我负求的。已是今世你所亲在，为鸟死，鸟死还在，就是你。你
你这种女子啊！他一会儿气，一会儿恼，不经济思上少。看起来我前世修过非修道，今世夫妻奈俺无好。他既负心对我事，我何必自己心烦恼？从今儿你过你的桃木桥，我走我的阳关道。金娘子她理应神色早起瞧，我伤心愿泪欲逃，其中的你难死，两泪他苦中不能相认高，若是为王在传家，愁花了娘子，哎呀怎得了？万事好言去传回，手法将他的手恨笑。里面深悉见悟。哦，莫非娘子过于追梦，甚至不夸安睡去了？我还是不要去惊动于他，伪装死亡，明日再来。唉，我刚要伪装死亡，他倒在里面抬起来了。有道是欲知心佛事，谈天背言。我就在这门话，听他讲些什么。官神啊，官神！他当面从不曾叫我一声官神，今日被骂，倒叫起我官神来了。多少有趣呀！两女士啊，两女士！喏，刚叫了我一声官神，怎么又叫起我的名字来了啊？可知你百般劝讲，翻天我烦恼啊！这究竟是为了什么？君子君。
娘亲儿，我为你情愿把心儿，就一个石川空来天花养谁？可气爹娘来了啊！我爹娘此来思与乡，终去在远处恨想起我爹爹下曾得官居御史破王家，只因出言见君王，传罪奸贼无邦家，那权奸为恨死夺计。8月15，我爹娘必须送王上。预祝我兄长下云泥，迎喜他团亲早出娃，委屈他日能生用，还也有到成我下云呀。如遇再兵我挑长江，我是绝此风声几缕家，再有许多一年真待牛陪，可惜我却是爹爹娘在前。来呀上香，忠良早黑才不通，奸贼狠毒实可杀。娘子啊，这小孩大头定要报，你为我啥又来不图真啊情话？奸贼到底是哪个？你理该对我说明白。我弟弟当朝为丞相，好替你做主，也将那奸贼斩全家。梁世龙啊，你这老臣怎么把起我爹爹来了啊？骂你老子娘子不该长此大权，上欺天子下压臣，残害我父你心太凶。谁知道张超更不是，倒趁我兄妹各西东。如今是可比光芒两忙苦，我恨不能杀杀你老亲也好是霹雳当头红，恰原来奸贼是我父，梁世
当时把全弄，却忠良爱英雄，害得他远在山在此山中，看起来夫妻到老何不拢？和尚我马对家乡把事工，老夫做过难梦，今日恍然醒大梦，从此见谁恋啊心红。娘生死啊，娘生死，怎么又把起我母亲来了啊？哪里生死太不良，枉为民族谁风霜？不是穷夫应声道，放在湖上家与害忠良。一朝一日放我水，我要你们夫妻一同忙。帮兄原来是我娘，难怪他总是怒满腔。娘子啊，你这女子有胆量，做事也该善雅思想。幸亏今我来听见，才备受知道，李先要你封的不是遭殃啊！娘难道我妹子有同道不成？你既然两月娇，历练此间不小，况上我兄长下与你，一相见缘切结乱桥。你没婚不成恨在心，尽管祖父为娘世道，我下家三双穿遭害，一朝报仇你命难逃。应该骂得好，妹子她无作非为才难逃。娘子啊，你不与我虐死同商量，只怕你空怀他子亡啊徒劳。娘娘是啊，娘娘是啊！怎么骂到我的头上来了？我有什么好听你骂的呢？你不知娘娘是，枉为说到深言事。街坊就请我不允，今传夜宴反相思。我嫁到你家为报仇，要成夫妻同专事。一朝一日称来同，兄妹二人得了知。先尝老子两世路，后尝不言两生死。三才要小两月娇，再你，哎呀，你这冤家两月死，好气！他口口声声把药师，不与我怒气难言。
难怪他报仇立大志，我不帮他反他，情为人间气暖子。也罢，他既负情，我有情，我为他吟唱着白天诗。今晚对他表心意，只怕吓坏了我娘子。我啥子这样重教，岂不要吓坏了他？我还是亲切地唤他开门。娘子开门，开门来！门外敲门是谁？是我娘子来了。听是女士把门敲，我心境当中问他笑，可是方才之言他听家务上礼，何必客气？请坐，这边坐吧。不知你是什么时候到来的？我是谁的到此一到就叫你开门的呀。王好啊，是王好。金龙娘子往未见过。夜郎神君，你到此作甚？这一娘子实在一言不发就伪装往来，使我放心不下。过儿得来请问娘子，到底有何心事啊？我哪有什么心事？可天色不早，你还是回房安睡去吧。娘子，我方才路过门外，听得娘子在房中是言是语，不知道在讲些什么。妈妈又讲什么呀？明明听见真实母语，娘子到底在讲些什么？啊，我是念经。念经？不知娘子念的是什么经啊？我念的是心经。只怕你念错了。真是念错了。哦，娘子不曾念错，那再念几句就听听啊。你倒是妇人年纪有口无心，念过嘛也是忘记。娘子忘记了，我倒还有几句记得，让我来念给你听啊。我不要听。你呀，非听不可。娘子，你听了啊？
娘子，你听了啊？哎，爹娘，爹娘咦，好端端的怎么不知你娘来了？我是在念心经啊。可爹娘子泪自余香，中秋日远从我恨根堂，想起我爹下才等，关雎与死陪王家。只因这夜见君王传奏见着无当家，那全皆怀恨思托己。8月15，我爹娘必学说皇上，已捉拿我兄长下用你。因惜他团亲早策划，为求他日能生源，何以遇到趁我下用呀？你不如我语在江西哦，这几句是胡言乱语啊！好，那我再念几句正正经经的静静的听啊！梁世龙啊，你这老臣我骂你今日梁世龙，你不该仗势打dwi龙。上去天子下呀阵，才我负你心太凶。你可知斩草根不知，倒趁我兄妹过西东。可比关门杨忙虎，我恨不能收着你老金庸。娘子，这几句对不对？我后面还有你，梁嫂子好，梁嫂子不要再讲下去了。好，这一段不念，就你下一段。良牛叫啊，良牛叫。我天色不早，我要为王谁去了？安谁晚早？我还有几句最好听的，在后面的。良牛死啊，良牛死！我骂你这良牛死，你往外说多生也死，情怀情结无语，你计算一夜万相思。我将到你家为报仇，要趁夫妻同转世，今朝一日成雷动，我兄妹谁不得了之？现在老子梁世龙，二战不义两生死，手中要小梁又将，再争冤家梁又死。夏永阳，夏永阳，我弟弟害你父母穿死法场，你理该报仇。我母亲祖父做仗是其实也可赞的，我妹子武作妃妹与同妹再也不愿。我两牛死，一妃之妹，二妃同当，又不曾太亏于你。你就算是非不非，也要杀我。好，你与我来，去，到后堂见我母亲，替你父母伸冤报仇。走。真正岂有此理！他方才只言他。
家冤仇深，难怪他对我冷似冰。3月来，他从未吐过肺腑言，想不到今日万一交怪神。见他上跪，我心动人，我父亲娘子手中情。娘子官人，今日的机会难求寻，再将欢笑藏在心。我把亲家子张着怒恼去不平，听娘子万一喜女再求几声官人。夏永良，我平日对你多慈悲，你对我恰像眼中钉，今日里话实是难相信，只怕你抱着这个王冠心。你要命，我要命，你无情，我也无情。这真是事半功亏呀加倍，倒叫我自己难下台。娘子她当真生了气，我还需设法去挽回。去不得，娘子，我实在是与你开个玩笑的呀。事上我真的是非不分，岂不会不动声色就去禀明母亲？又何必今日往来带你上江了啊？你呀，哎呀，娘子她还在那里生气呢。啊 no， 要是这想与你赔了啊！哪里来这许多理由？娘子，实在害你受惊了啊！官人，你谁去了？娘子，官人，娘子，天大娘了。娘子，你如今身在我家，应当抚恤孝心，言语谨慎，煞被母妹知道，岂可非孝啊？多谢官人关心，娘子姑姑。妹妹，姑姑，敬重弟弟来信，母亲就送一姑姑观看。
一定要这个上京赴死。哥哥，母亲之意，叫你今日准备明日动身。明日动身？是啊，母亲几次趁你上京，你总是事情万状，使弟弟越为心惻惻了。倘若不料考起，弟弟生气起来，谁能担待呀？嫂嫂，你替哥哥准备营帐，我要为父母亲去了。娘子在，我上京赴死，留你一人在家，叫我日后放心得喜洋洋。娘子，我想我还是不去上京赴死的好。皇上，你父母四次才命，你上不去，只怕啥出后来。我想等你去之后，我虽为庄留家，等你一结完乡再来接我，皇上意下是好。如此甚好，那我明日黎明之前协助娘子回京。娘子。告辞。皇上，娘子，乘风得意，鸟打金马30月，难杀夫妻久别离。
弟回来了，回来了。孩儿拜见弟弟。恭喜我孩儿，贺喜我孩儿。孩儿教应得中，何必时常挂齿？得中常愿乃是一喜，今生我孩儿又有他喜之事啊！弟弟此话从何说起？孩儿啊，方才在群林宴上，若亲王见我儿才貌尚健，十分喜爱，愿将他的托生之女平阳君子许与我孩儿，这岂不是天大的喜事啊！弟弟口中答应。哦，天之为美，高配王亲，为吾当算是答应了。弟弟难道忘了孩儿已经去过齐王了啊？怎会忘了？既说地方，弟弟难道不知赵康之妻不下堂，定期再去才难吧？刘家汉平门庭地，将他休妻又何妨？我还遭了军马郎，满朝文武，谁管人谁是遭殃？世上公道不可欺，通劝他便死心肠。孩儿此事万万不从。哎，我孩你好糊涂啊！须知若亲王乃是当今圣上的亲王所，我孩遭了军马，就是当今的愚昧长了。今后两家岂有泰山之靠，冲天之势？吾子同掌朝纲，何曾不能随心所欲，拥抱富贵呀！顾着他侧心奸诈，绝不惜欺不天良。弟弟，你在朝中为臣纳新郎，理应该出尽报国做忠良。参得真不用泰山靠，他不该长时把朝纲。须知道其人之心难欺天，切莫要做些是佛师娘。今朝为他所欠债，可怜因他年后悔长。小奴才，奴才侧言太猖狂。弟弟，你尽管教训为父小犯上。弟弟，我也一句难更改，听了你答应到王府去找公堂。生在有子无年强，绝不去家中去糟糠。婚姻他是无作之，孩儿已经有妻房，刘家门户不相当，夫妻本来有房。小奴才，你不从无名，弟弟，他不孝。这不孝的财民
情事气痛还行，何况天子为媒，为吾有意当允。你抗旨孽物，哪晚了得？明日就将你送我王府。弟弟。也要你允，不允也要你允。哼，你这该死的小奴才！老凶狠，似虎狼，狼生生草塞了比鸟。华内自己谁并肩，恰不许藏在头脑。常员外做什么怪？金莲国结发妻子也难保。娘子啊，你望我早日勇归早团聚，下不了你将大祸，欺压今早。一日王府生子黑，纵然有此也难逃。宫花金宝家在身，再要见娘子。家见不到，难道我说出天生来拜我？难道我就在王府把情长？哦，大丈夫立志是三重，这富贵难要，为富难要。可是今宵一步，到明早。恰将后继车龙了，这便是好是好，爸爸，这富贵永往富贵，有什么奇怪求婚思下堂。
参见伯伯。罢了，参见老夫人。你们都与我下去。是。伯伯，听梁伯言道，伯伯身体欠安，不知生的什么病症？是心病。媳妇绝不问安，望望伯伯是谁？不管当，不管当。嫂嫂，我来问你，我们几次才曾去见你，你为何再三不肯回来呢？这一幕病体离异，故而无法脱身。那么亲家母的病体好些了吗？托伯伯之福，姨母的病体已经好得多了。我说亲家母啊，多亏在长江里救了你这个小人女儿。你到底是哪里生事？生身父母是谁呀？媳妇娘本媳妇，乃山东列镇生事，不宜父母早年丧亡。分明是朝天女犯下鸳鸯，下鸳鸯。
见母亲。女士啊，你得中第几名了啊？得中一甲一名。你得中了头名状元，真是永中有主啊！每次向哥哥道谢了。母亲，我娘子呢？哥哥，嫂嫂不是你亲自把她送到娘家去的吗？是啊，我方才去过人家，岳母言道，错着母亲也将我娘子接回来了。妹妹，快去换你嫂嫂前来。这叫我到哪里去叫啊？母亲我娘子到哪里去了？她到哪里去了？哎，我怎能知道啊？还是问你妹妹去。妹妹，嫂嫂呢？哥哥，我老实地告诉你吧，昨日哈就是接了嫂嫂回来，可今日一早房中却不见她的身，我们也正在寻找你。莫非娘子她？母亲你昨日接我娘子回来，为何今日拒不见我娘子呢？这我哪里知道啊？请问母亲，你昨日为何要接我娘子回来？娘有病，再把她接回来的呀。母亲有病，母亲生的什么病啊？是疾病。相公，夫人昨天根本没有生病。娘宝，你说我这些什么？夫人本来就没有生病嘛。娘宝，快与我从这讲来。是，昨天小姐命我去接大娘回来，说是夫人生了疾病。可是等大娘回来一况啊，夫人好端端的坐在堂上，哪里有什么病嘛？两宝你胡说！夫人本来就没有病嘛，我又没有骗人。还不与我滚下去！娘宝，那后来便怎么样？后来夫人小姐将大娘关在房里，换上了锁泥。亲自也问他的，莫非娘子一些急？两夫两宝与我何夫家的心手上，是哪个官府里？许我大胆的手来。是，要是你快放肆了！杀千不到娘子，休怪我若是负他。又会怎么样？你要忘我娘子，怪我的娘子。哥哥，嫂嫂可是一本私逃，难道你也要向我们母女要成不成？你得怎么讲？我是他一本私逃。切实！你们再去找来，再去找来，快去！你为了一个来历不明的妾身，竟然对我视财不理，真正岂有此理！我告诉你，他却是朝廷女犯夏月呀。我们确实把他杀了，也没什么大不了。你们要害死我的娘子，我也要你们的命！你这个是这腐法无天！我告诉你，弟弟知道就不饶你！告诉弟弟也要还我的娘子来！先生，先生，先生！娘子，你这个小畜生！娘子，娘子。
相公，相公，大娘她还不真实，相公不必伤心，大娘她还安全呀。好像，你说什么？大娘她还不诚实。好像，相公你言所不知，早是夫人我小心将大娘保守房内，或想不慎大娘走外，故而退了钥匙，放醉了大娘。大娘已经逃走了。好像，当真，当真，好像，其实相公在想你哩。好像，大娘到哪里去了？相公，你何不再到刘相公家去，再去问问？刘家？哦，对呀。这里是否有希望？我观望刘家进起郎，相公，最好了。留下。急忙忙，步匆匆，好似飞呀策马龙，到处不客气，身侧见东方色如虹，扬嘴狂来难须离。北奔去步往山东，远最高的别无惧，抛不下光城几重啊！倒是黑袍兄有英宗，他的夫妻能从我这救了刘家，少被那两家知道，岂不要连累恩兄一家？诚心无知一旁迎着中央为家呀中。好像是我阿妹。阿妹，哎，恩兄，阿妹啊，这是侬讲伪装两家，怎么今日一大清早就败外在此？阿妹啊，我看侬个面色不大好看，一定是生病嘞。哎呀，快回到家里去，让阿哥啊把侬请过郎中来看一看。恩兄，小妹没有病。没有病，那一定出了什么事了？此事不是讲话之地。那到家里去讲。不，哎呀，阿妹啊，到自己家里去，还犹豫不决。哎呀，快走吧。恩兄，恩兄。想不到我阿妹竟有这样的冤仇啦！恩兄，小妹拘留在此，只怕要连累恩兄一家。阿妹呀，你我既是结拜兄妹，就应该像同胞结亲一样。阿妹有难，做阿哥个理该承担。更何况得去忠良之后，那更是应该做的事了。阿妹呀，那老子不发觉你逃走了，一定会派人私自搜寻，你再也不能回去了，就住在阿哥家里。不过前厅后堂上房走过都不能去。对，就知道阿哥的书房里多进那个书柜里。等到天黑，我就送侬到出阳走。恩兄对小妹如此关心，小妹感激不
阿妹呀，你我往用得着这个嘛？阿妹，你快动起来。动起来。想不到我阿妹竟有这样天大的冤仇啦！要是早对我讲了，我就不做这个媒了。刘师兄，太多来了！哎呀，梁师兄啊，去位！哎，梁师兄，你是几时回来的？我刚从京都回来，那去见过爹娘？见过岳父母了。刘兄，小弟还有事要问你呢。哦，那到厅堂里去讲话。哎呀，厅堂都有不便，到书房去吧。是，哎呀，这其实书房里肮脏的很，书房去，厅堂里好，厅堂里好。书房去。刘兄，我娘子今日可有来过啊？哎呀，果然是为我阿妹来的。哎，梁师兄啊，你母亲病了吗？昨日已经把我阿妹接回去了呀。是啊，昨日接回去了，今日可有来过？今日啊，哎，今日我可没有看见过。那告辞了。哎，梁师兄啊，那话没讲我，怎么就走了呀？哎呀，请坐。哎，梁师兄啊，我阿妹是怎样会不见的呢？刘师兄，只怪我母妹不道理，家生里替我娘子为家里，到手房来落家哎，我想好心思就情，手把三根大葱花，不知他手在何方里。这样子嘞，你母亲同我阿妹有仇啊？这是什么大仇？刘师兄，这件事是做那非儿戏，母亲能泄露真相天是非。刘兄啊，我家的事情你不明白，我一时难以生相信，气衰娘子不在乎，我此地刘兄去寻你。梁师兄啊，这样大的扬州寨，你到哪里去找他呀？金台两难我父子意，娘子啊叫我到此来寻你，难道说今世愿意去？我空待岳妹来可言情，娘子啊。他来一包，娘子啊，让我去死他也死。哎呀，梁师兄，劝侬不必哭拉啼，说不定我阿妹马上会到这里。刘兄，我耐耐心，哎呀，慢慢等，小弟有话要问你。为公民，今日你们龙虎帮上面花地，等风一家与你，对面长远一结的，我要向两兄来恭喜。要是我阿妹在呀此地，好歹红花穿两杯。说什么凤冠玉牙佩，你不知道命里富贵
是，君子若也佩服之。从今后你是王亲国戚，归无比，哎呀，归无比。哎，娘子非容易，今日之事难为你。做官要修前妻，我情愿一死才罢矣。不所以我官为中无名，寡官出道为家里。这指望夫妻重相见，朝朝暮暮在一起。想不到家中巧，我娘子的生死不叫小。原来他是西关搞出来的，对我阿妹倒是真心真意的。让我再去试他一试。哎呀呀呀，梁师兄啊，侬不必伤心嘞，让小弟呀再来给侬做个媒人，帮侬称心满意。谁要你做媒嘞？哎呀呀呀呀呀呀，侬不要心急，听我讲完嘛。我晓得侬的的确确爱我阿妹，疼我阿妹，所以呀，今朝我要帮侬找一个像我阿妹、是我阿妹的小家。刘成元，我是和娘子心悲啊情，你反而劝我另娶妻，兄妹之情半点无，你枉为同场称知己，与你从今多有意，你往东来，我往西。呀，梁师兄，呀，阿妹。娘子，娘子，轻一点，轻一点。娘子，娘子。见娘子好似生老宝贝，奉天大家，我天大的烦恼都丢光。天光正，衣裳不正，狼狈呀想，到家我心酸难忍泪汪汪。娘子啊，你为我伤心啥归来？官人啊，孙兄为我做多谢刘兄呀，梁师兄啊，各位小家可像我家阿妹呀，这下侬可称心满意了吧？刘兄，刘兄他你用其心，夫妻双双结大成。阿妹，梁师兄啊，养罪不是你们拘留之地，你们还是快走的好。刘兄，你们等一等，等一等。刘师兄，官人，万他万上堂去不家中，谁望过心照兄长下落，我的意下是何？去的娘子。哎，梁师兄，阿妹，哎呀，阿妹呀，这里有些许银两，你们路上可用。哎呀，是是，多谢